家人在地前来看台湾手庙天坛，11月初3要来举办健行的活动，要行过20个古迹，总长有4.2公里。 台湾手庙天坛伫咧旧年头一摆举行古迹巡礼健行，原本开放2000人报名，所以因为民众伤介意，今年扩大名额到3000人。要互介意运动的民众会当伫府城城内哪健行哪欣赏古迹。对咱台南市境的这20间的古迹啊，会当落巡礼啦吼。邀请讲咱的信众在地共同含厝内底的小朋友啦、家庭一家来参加这个活动。 为着宣传活动，提出报名纪念品、纪念奖牌，佮有纪念衫来展示。而且活动当日，唔但有提供餐点，现场佮有超过200项的冒菜好礼。这个市民你后来查埔吼是买袂到的啦吼，所以来参加的人带咱摕到这个信物吼。啊，佮另外呢，因准备这一些部分也非常有奖数哦。今年活动报名的时间到9月20，目前已经有1600人来登记报名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